iPhone 達人寫 game 揾外快。如果你係7、80後，應該都聽過天下太平呢隻 game。不過 iPhone 版你又玩過未呢？好多香港人都追尋一啲集體回憶咁樣啦。咁自己覺得如果咁多人都使用 iPhone， 使用啲 mobile 嘅平台，可唔可以喺上面試下將啲舊嘅元素擺落新嘅系統度試下呢？咁除咗過程裏邊自己學到嘢之外，都有一種成功感。譚達華係音樂網站負責人，最近佢將本地獨立樂隊嘅歌結合 iPhone 成為遊戲。識咗 programmer 咁佢哋都係有搞開嘅，咁想諗下有啲咩新 idea 咧？話咧就將啲音樂短片擺落個 game 裏面，咁就一齊做一個有個 live music 嘅本地香港人做嘅 game。而家香港有大約20個業餘 iPhone 程式設計員，最成功嘅已經賺到幾十萬外快啦。不過講到揾大錢，一定係專業軟件公司喺 iPhone 熱潮之下賺到計劃上市。其實你同朋友喺度傾緊偈嘅時候，不如等陣去睇戲啦，我聽 concert 啦，去澳門玩下啦，要睇樓你都好方便，即使手機攞出嚟都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。佢話市場對手機程式需求越嚟越大，生意多到接唔晒，請人都有困難，所以初入行已經有18000蚊人工，入職條件除咗基本工之外，最緊要係投入。